台北国际夏季旅展今早起举行，只是疫情过后呢，头一届有中国业者组团来到台湾参加展览。负责协调的海旅会就表示讲，这是两方互相表示好意的头一步。 台湾旅游交流协会理事长赖锡珍甲中国参展旅游业者，伫夏季的旅展热烈交流，再个一个一个到参展的单位参观。疫情了后，60多个中国旅游业者来台湾参展，拢总设47个单位。不少旅行社甲中国一个航空业者也拢来参展。2019年的两岸夏季旅展是疫情前的最后一次展览，这一次呢，我们也很开心，疫后两岸首度合作。主要呢是推荐大陆的这个好山好水。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宣传跟推广，能让更多的这个台湾民众可以有机会了解到我们的这些优质的旅游目的地资源。两岸什么时阵会当过开放团客来往也唔知，不过中国业者疫情了后组团来台湾，业界是讲也算是台旅会甲海旅会两个小会的交流一大进展。 疫情了后，航空公司因为机位无够，一线城市的票价起价。旅游业者上准暑假商机，推缩二线城市包机，压价团费抢市场。包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好处就是说可以提供客人更多机位的选择，而且可以稳定我们的机票的这个价格。 因为拄到暑假旺季，业者嘛分析，7月份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团客旅游也已经卖超过9成。民众呢只想要趁旺季出外佚佗，热门的航点机票介绍，平均会贵1成至2成以上。出国人会真多，所以爱加留出入境的通关时间。记者综合报道。